我要係你嘅幸福健康，可以陪伴我同埋個仔仔長長久久，一世幸福。所以唔好俾咁大壓力自己。如果人生有遺憾，點解唔趁住仲有機會去補救呢？13年前嘅今日，我同老婆步入咗婚姻嘅殿堂。中意傳統文化嘅我，揀咗中式婚禮，大紅花轎，明媒正娶，唐裝裙褂，三拜天地。但我知道老婆始終都係想要一場西式嘅婚禮，一件浪漫嘅白色婚紗，一次單膝跪地嘅海誓山盟。爸爸媽媽，祝你們永遠幸福。耶！謝謝。結婚13年，老婆非常之唔容易。34歲高齡產下 Harry 仔，生完2個月之後咧，就遠赴英國留學，一邊打拼電視台嘅事業，一邊照顧家庭。而當我個電商事業日漸發展之後，老婆又選擇從佢心愛嘅電視台辭職，全力支持我。今次喺仔仔嘅見證同祝福底下，我要俾老婆一個難忘嘅記憶。雖然咧，我知道有時咧，我成日埋怨你，但係其實喺我心入邊仲係好愛老婆嘅，仲係好錫我老婆嘅，因為我知道你唔容易，特別係你願意放棄你自己嘅工作，去把重心放喺家庭上邊。咁但係我希望可以俾到一個更加幸福、更加溫暖嘅一個家俾老婆。咁雖然有時我唔識得表達，但係總之我可以話俾你聽，我個心係仲係好愛你嘅。多謝老公，我都知你平時好唔容易，壓力非常之大。我想講，我要嘅唔係你嘅錢，我要係你嘅幸福健康，可以陪伴我同埋個仔仔長長久久，一世幸福。所以唔好俾咁大壓力自己。